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Sam 哥哥 ，Edmonton 房地產經紀。今次咧帶大家嚟睇 Edmonton 西南區 Keswick 呢個區，睇一間全新屋喎。咁呢間屋嘅面積咧就接近2600尺，有3個房，一個書房。OK， 咁呢間屋嘅設計咧就比較 modern 嘅，全部都比較新式新型啲嘅設計啦。所有 appliances 咧都係用 Samsung 嘅，而且咧係 walk-out basement， 仲有個好靚嘅湖景添喎。大家睇下呢個湖景。車房入到嚟 mud room， 經過 pantry 咧就可以入到去廚房噶啦。咁剛才都有提及過啦，全間屋嘅所有 appliances 咧都係用 Samsung 嘅。咁呢間屋嘅室內面積咧，其實就2527尺，未計個 walk-out basement 嘅喎。咁呢間屋附近咧有3間學校嘅，大概揸車咧5至10分鐘就去到噶啦。咁至於鄰近嘅超市配套啊、大型商鋪啊、戲院咧，大概揸車8至10分鐘咧就去到噶啦。樓上個 bonus room 啦，咁呢間屋咧，其實除咗去 main floor 有個大平台之外咧 ，bonus room 側邊咧，其實都有個 balcony 有個露台嘅。大家覺得呢間屋點呢？如果對呢間屋有興趣，或者對所有 Edmonton 房地產資訊想了解多啲嘅話，歡迎你隨時私信俾我。記得 like 我呢條片 ，share 俾你朋友睇，最重要係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下次見，拜拜。